霍家老宅入面掛咗一張合照，相入面唔係霍震霆，唔係霍啟剛，而係霍啟山同那言。霍家規矩多，可以喺老宅掛相代表咩？香港豪門圈嘅人心入面都清楚，嗰個唔係簡單嘅裝飾，係家族認可嘅標誌，係準新抱嘅身份確認。由去年11月霍啟仁婚禮上形影不離，到今年春節跟住霍家一齊去旅行，再到被捕一齊開咗間註冊資本5000萬嘅公司，那言幾乎冇缺席過霍家任何一個重要場合。港媒話分期將近，霍震霆罕見鬆口話後生仔嘅事佢哋自己決定。呢位一向對仔女婚事把關極嚴嘅霍家掌門人，今次態度同當年完全唔同。佢到底係被那言打動咗，定係被個仔磨到冇脾氣啦？定係那言用1年幾時間證明咗自己值得？今日我哋由兩個人被影到一齊返香港講起，到霍家老宅掛合照，5000萬公司綁定，再到霍震霆嘅態度轉變，將呢段豪門戀情嘅來龍去脈由頭到尾列一遍。第二部分，機場同康幸福肥收唔住。件事由最近一次機場偶遇講起，有網民喺機場影到霍啟山同那言一齊返香港，兩個人冇刻意保持距離，亦冇閃閃爍爍，就好似普通情侶咁並排行住。那言面上帶住笑意，身形比之前圓潤咗啲，被網民調侃係幸福肥。明眼人一睇就知感情有幾穩定，呢種自然而然嘅狀態係裝唔出嚟嘅。呢個已經唔係佢哋第一次被影到同康啦。由去年開始，兩個人出現在公眾視野嘅頻率越嚟越高。機場、商場、餐廳、健身房，每一次被影到嘅狀態都好自然，冇嗰種豪門戀情常見嘅緊張同唔自在。那言着得好隨意，素顏出鏡係常態，頭髮隨便紮一下，口罩帽都唔戴，完全唔似要刻意維持形象嘅款。呢種鬆弛感恰恰說明佢已經將呢段感情當成生活嘅一部分，唔係攞嚟營業嘅。有網民評論話，那言同霍啟山一齊之後，成個人都變柔和咗。以前佢出席活動係嗰種好有距離感嘅美，而家係笑起上嚟眼彎彎嘅，同邊個傾都客客氣氣。一個人過得好唔好，睇狀態就知。佢而家嘅狀態寫滿晒被愛2個字。第三部分，霍家全家福，一個都冇缺席。回頭睇過去幾個月，那言幾乎冇缺席過霍家任何一個重要場合。去年11月霍啟仁婚禮，佢全程陪住霍啟山出席，同霍家親友相處自然，被影到同新續理有講有笑，兩個人砌埋一齊睇手機，好似識咗好耐嘅閨蜜咁。今年1月霍震霆壽宴，佢再次現身家族聚會，同霍家長輩敬酒傾偈，毫不怯場。春節跟住霍家一齊外出旅行，有網民影到佢同霍家人同行嘅背影，着住休閒裝，推住行李箱，同霍啟山並排行住，完全融入咗個畫面。呢種融入程度，令唔少圍觀嘅人都驚訝。要知霍家嘅家庭旅行，唔係隨便乜嘢人都跟得嘅。最難得嘅係佢同新續理嘅關係。豪門續理之間明爭暗鬥嘅事件多啦，面和心唔和嘅亦唔在少數。但那言同霍啟仁嘅老婆相處得特別好，兩個人一齊出席活動時企埋一齊就好似親姐妹咁，傾偈時互相挽住手，影相時互相讓位，完全冇嗰種續理之間嘅生分同較勁。呢一點喺霍家睇嚟，可能比任何條件都加分。霍震霆最怕就係屋企人唔和。那言用行動話俾佢知，我唔會令呢個家亂。第四部分，霍家老宅掛合照，豪門嘅官宣。港媒今次爆出最勁爆嘅消息，係霍家老宅入面已經掛咗2個人嘅合照。香港豪門圈對呢種事極為講究，想掛入老宅唔係隨便乜嘢人都有嘅待遇。嗰個唔係一張相，嗰個係家族認可嘅標誌，係長輩點頭嘅信號，係身份被正式確認嘅儀式感。霍家規矩多，對新抱嘅要求一向嚴格。由郭晶晶嫁入霍家時就睇得出，霍震霆對新抱嘅人品、家世、形象都有極高嘅標準。郭晶晶係奧運冠軍，為國爭光無數，
加入霍家尚且要經過層層考量。那言行得到掛合照呢一步，唔係運氣，係佢用1年幾時間一點一點換翻嚟嘅。每一次家族聚會準時到場，每一次露面得體大方，從唔遲到，從唔早退，從唔俾霍家添任何麻煩。霍家唔講，但佢哋都睇喺眼入面。呢種滿聲做事嘅風格，恰好係霍家最睇重嘅品質。郭晶晶係咁，那言都係咁，唔爭唔搶唔炒作，該出現嘅時候出現，該消失嘅時候消失。霍震霆放心將個仔交俾佢，唔係冇理由嘅。第5部分，5000萬公司，事業感情全綁定。比掛合照更實際嘅，係兩個人一齊開咗間註冊資本5000萬嘅娛樂公司。港媒爆料呢間公司兩個人共同持股，業務範圍涵蓋藝人經紀、影視製作、商業演出等。呢個唔係簡單嘅情侶檔，係將事業同感情徹底綁埋一齊。喺豪門圈子入面，拍拖係一回事，一齊做生意係另一回事。拍拖可以分手，做生意嘅綁定更深。霍啟山願意同那言一齊開公司，說明佢唔只係將佢當女朋友，而係當合作夥伴，當可以一齊打拼嘅人。呢種信任比任何甜言蜜語都有分量。那言雖然係演員出身，但氣質乾淨，冇娛樂圈嗰啲浮躁嘅毛病。由封神爆紅到而家，佢冇炒作，冇滲熱度，冇攞戀情當噱頭。該拍戲拍戲，該生活生活，該拍拖拍拖。社交媒體上 post 嘅內容都係簡簡單單，食餐飯影張相，睇個展留個影，冇刻意笠造型，冇硬咬人設。呢種踏實嘅感覺比乜嘢熱手都管用。霍家見過太多衝住家產嚟嘅人啦，那言唔同，佢唔急住要名分，唔急住住入霍家，唔急住喺媒體面前晒恩愛，佢只係安安靜靜咁企喺霍啟山身邊，該出現嘅時候出現，該退場嘅時候退場。呢種分寸感唔係裝得出嚟嘅。第6部分，霍震霆鬆口，態度大轉變。成件事最值得玩味嘅係霍震霆嘅態度。呢位霍家掌門人一向對仔女婚事把關極嚴。霍啟剛當年追郭晶晶追咗好耐，霍啟仁嘅婚事都係精挑細選。但到咗霍啟山呢度，霍震霆嘅態度明顯唔同啦。面對港媒追問，佢只講咗一句：後生仔嘅事，佢哋自己決定。呢個唔似客套話，係真心覺得放心啦。唔係佢唔管，係那言用行動證明咗自己唔需要被管。該出席嘅場合從唔缺席，該守嘅規矩從唔逾越，該低調嘅時候從唔張揚。1年幾落嚟，所有表現都擺喺台面，霍震霆睇喺眼入面，自然冇乜好挑剔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霍震霆私下對那言評價好高，話佢懂事唔搞事，知道幾時該做乜嘢。呢幾個詞由霍震霆嘴入面講出嚟，份量唔輕。佢唔係嗰種隨便讚人嘅人。尤其對仔女嘅另一半，更加極少公開表態，可以令佢講出呢啲說話，那言係真係做到位啦。當年霍啟山同章子怡嗰段戀情，霍家規矩嚴，章子怡要闖好萊塢，唔肯放棄事業，最後只能散啦。而家那言同樣係演員，同樣有事業，但霍家態度完全唔同，唔係雙標，係那言揾到啱嘅方式。佢有事業但唔強勢，有顏值但唔張揚，有野心但識得收斂。該退嘅時候退，該進嘅時候進。呢種拿捏分寸嘅能力係豪門最睇重嘅。第7部分，章子怡輸喺邊，呢輸喺邊，那言贏喺邊。講到霍啟山嘅情史，繞唔開兩個人，一個係章子怡，國際影后，事業心極強。當年兩個人喺摩納哥慈善晚宴一見鍾情，停車場擁吻相轟動全港。章子怡着住晚禮服，霍啟山西裝筆挺，畫面好似電影海報咁靚。但霍家規矩嚴，新抱唔可以拋頭露面，章子怡要闖好萊塢，唔肯妥協，2年後只能散啦。佢輸嘅唔係唔夠好，係佢要嘅嘢同霍家俾得到嘅唔一樣。另一個係斯洛伐克模特兒，
兩個人一齊4年，感情穩定，到咗談婚論嫁嘅地步。Lee 生得好靚，身材好，氣質佳，同霍啟山企埋一齊好登對。但霍家有規矩，外籍身份過唔到關，最後都無疾而終。唔係 Lee 唔好，係霍家揀新抱嘅標準入面，中國人係硬性條件。拿妍贏喺邊？佢同章子怡一樣係演員，但冇章子怡咁強勢。佢知道幾時該將事業放一放，幾時該將家庭放喺前面。佢同 Lee 一樣有混血樣，但願意融入中國文化，學粵語，食粵菜，過春節，拜年行禮一樣唔漏。佢有事業，但唔將事業放喺家庭前面；有顏值，但唔靠顏值博眼球；有野心，但識得幾時該收。佢唔係運氣好，佢係每一步都踩啱晒位。仲有一個細節，好多人冇留意到，拿妍從來冇喺公開場合提過霍啟山，冇喺任何訪問入面聊過呢段感情。佢唔攞戀情炒熱度，唔攞豪門當標籤，唔出賣隱私換流量。呢種體面，霍家睇喺眼入面。一個可以管住嘴嘅女人喺豪門入面比乜嘢都值錢。第8部分，霍家點解需要拿妍呢種新抱？霍家喺香港豪門中嘅地位唔需要多解釋。霍英東打落江山，霍震霆守住家業，霍啟剛、霍啟山、霍啟仁三兄弟各有分工。咁樣嘅家族揀新抱，從來唔睇樣唔睇名氣，睇嘅係可唔可以融入家族，可唔可以守住規矩，可唔可以喺關鍵時刻撐得住場面。郭晶晶係標杆，奧運冠軍嫁入霍家，低調得體，從唔搞事，將霍啟剛治得服服帖帖，將霍家新抱嘅標準拉到天花板。拿妍可唔可以達到呢個標準唔好講，但佢起碼行啱咗方向，唔爭唔搶唔炒作，該出席就出席，該消失就消失，1年幾落嚟冇出過任何差錯。霍震霆話後生仔嘅事佢哋自己決定，唔係唔管啊，係唔使管啊。拿妍用1年幾時間話俾佢知，佢唔需要被管，佢知道乜嘢該做，乜嘢唔該做，乜嘢該講，乜嘢唔該講，乜嘢場合該出現，乜嘢場合該回避。呢種分寸感比任何學歷、任何家世都重要。霍家唔缺錢，唔缺名，唔缺地位，缺嘅係一個可以令個仔安心，令家族省心嘅新抱。拿妍恰好就係呢個人。第9部分，分期將近，所有信號都指向同一個方向。霍啟山今年40出頭，喺豪門公子哥入面算晚婚。細佬霍啟仁剛搞完婚禮，大哥霍啟剛早已兒女雙全。霍家3兄弟得返佢仲單住，全家上下都喺度等佢將終身大事定落嚟。霍家老宅掛咗合照，5000萬公司開起嚟啦。霍震霆鬆咗口，所有信號都指向同一個方向，好事將近。港媒話分期可能喺今年年底，亦有人話仲要再等等。唔管幾時，有一點已經定啦，拿妍呢個準新抱，霍家認啦。由被嘲豪門棄婦嘅標籤，到而家穩穩坐喺霍家準新抱嘅位置上面，拿妍用1年幾時間完成咗逆襲。佢冇靠炒作，冇靠營銷，冇靠任何捷徑，就係靠一步一個腳印行出嚟嘅。每一次家族聚會準時到場，每一次露面得體大方，每一次被影到都自然從容。呢種穩唔係裝出嚟嘅，係骨子裏嘅嘢。第10部分，第幾部分你點睇？霍啟山同拿妍呢段感情，由一開始就行嘅唔係娛樂圈嘅路線，冇官宣，冇晒恩愛，冇合體上綜藝，冇任何高調嘅操作，佢哋只係安安靜靜咁一齊，該做乜做乜。霍家老宅嘅合照掛啦，5000萬嘅公司開啦，霍震霆鬆咗口，所有鋪墊都做完啦，剩低嘅就係嗰一個儀式。港媒話快啦，咁就等住啦。拿妍用1年幾時間，由一個唔被睇好嘅女演員變成霍家認可嘅準新抱，唔係因為佢有幾靚，係因為佢夠穩。你覺得霍啟山同拿妍會唔會喺今年官宣？當年章子怡跨唔入去嗰道門，拿妍係點跨過去嘅？霍震霆今次嘅態度轉變，係因為拿妍真係夠好，
定係因為個仔年紀大啦，等唔起啦？喺評論區話我知。